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。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面，住着一位神奇的动物医生，他可以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，并且帮动物们解决疑难杂症。今天，医生又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？今天天气真好，早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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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福，阿福，快吵吵闹闹哈！阿福，阿福，阿福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跟玲玲不是很要好吗？玲玲，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都假，我在跟我的同学玩，他说如果他赢了，我就要让他摸阿福一下。哦，那我们来玩1、2、3，木头人。好，你当鬼。好，1、2、3，木头人。1、2、3，木头人。1、2、3，摸到了，我要摸阿福一下。好吧。阿福，阿福，你怎么跑走了？阿福，阿福。代志就是安呢。刚刚玲玲的同学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又一直想要摸我的尾巴。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摸我的尾巴了，要是拉太大力的话会受伤哎。可是我说不要，他们又听不懂。原来是安呢，我了解啊。玲玲，阿福说你同学想要拉他的尾巴，可是会让他觉得很不舒服，他才逃跑的。是哦，我都不知。如果我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会阻止我的同学的。玲玲，虽然你听不懂阿福讲的话，但是你可以观察他的肢体动作哦。肢体动作？对啊，例如说，如果他尾巴翘得高高的，左右摇晃，表示他现在很开心。欢喜。如果他把尾巴夹在两腿中间，表示他现在很害怕。惊。如果他露出牙齿，全身的毛发竖起来，表示他现在很紧张。紧张。这个时候就不可以随便的靠近他哦。哦，天哪！一度假毛有立起来。安尼我知影，我以后会告诉我同学不可以拉阿福的尾巴。原来我的身体反应还有那么多的意思哦，我都不知道。那是当然的哦。玲玲，今天我们只学了一点点，之后我们还可以学习更多哦。好，我以后要更了解阿福的心。我也会努力的，好好表达我自己。阿福，多谢你，我们以后要继续相亲相爱的哦。看到恁感情这么好，让我想起一句话：狗是人上好的朋友。狗嘛是啊，我想到一首狗甲狗的顺口溜，我要听。树顶一只狗，树脚一只狗，狗跋落去树脚弄着狗，狗也走，狗也走，唔知是狗惊狗也是狗惊狗。好有趣哦！那这首顺口溜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首顺口溜的意思就是，树上的猴子不小心掉下去，撞到树下的小狗，结果猴子跟狗都吓了一跳，狗和猴子就咻一声的跑走了。哇！各位小朋友们，现在让我们一起跟着乐乐学习更多的台语吧。小朋友们，那我们开始咯。猴子，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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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树上，树顶，树顶，树下，树骹，树骹。耶嘿！现在我们都学会歌词了。医生，再带我们一起跳一次舞好吗？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再来跳一次舞哦。树顶一只狗，树脚一只狗，狗跋落去树骹弄着狗。
狗也走，毋知是狗惊狗也是狗惊狗。树顶一只狗，树脚一只狗，狗跋落去树脚弄着狗。狗也走，狗也走，毋知是狗惊狗也是狗惊狗。树顶一只狗，树脚一只狗，狗跋落去树脚弄着狗。狗也走，狗也走，毋知是狗惊狗也是狗惊狗。乐乐有频道喽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！嘿嘿嘿，哈哈。